放样收看客家名录学日，每日的行业新闻。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兆辉7月3號喺台北媒體領錄像傳堂 Ambers 出席黨開新客人記者會，獻上主廚郭天偉研究開發嘅產品創新料理，鮮草蚵、蘿蔔燒擂叉，南部只能有配合海鮮派餐。顧主委希望透過結合創新思想，老現代餐飲創建，管客家料理新界生命老品牌價值。加深平台產業規模，變身推動國際觀光老文化外交嘅重要方法。顧主委表示，後擺大家對客家美食嘅印象太提停留喺江西炒台廠，後欲掠到當基本有名嘅料理，為到帶來探下到本人吃到新鮮嘅客家飲食體驗。客委會清點客家雙榮食材，榮幸突出45種提供本廚師老經驗者創作。希望透過幾道嘅專業老創意，老客種菜體食材轉變成更加精緻、有現代感嘅料理，同時透過當台對客家飲食文化嘅重新解釋，為大家帶來漢下多年個豐富嘅文化想象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人嘅報道，接下來教大家基本理解每日嘅行業就係料理，客家料理美食好。客家料理美食好，你學會嗎？下禮拜再來聊。